比起较凉冷咯，平地高丽菜有较好的行动条件。目前分林西的果菜市场一日的货量嘛，对一个月前110吨已经增加到210吨咯。价销嘛，对1公斤爱200块来到340块。也毋过农粮署嘛提出警告，讲种高丽菜的量已经连续60天拢是红灯咯，恐惊量上过济咯，所以嘛呼吁讲农民着爱斟酌来评估。果菜市场的另外，无因搬运一箱一箱的平地高丽菜，近期的天气持续稳定嘛，渐渐变冷。有日平地高丽菜新长出货，平地高丽菜为1个月前渐渐上市。高丽菜摊商就表示，价销为9月每公斤900块的关价，现在渐渐回温到340块。现在的价格就会比较没有之前那么高啊，因为现在已经不是说山区的菜而已啦，变成说平地的产量也有了，所以价格就比较持平到一个稳定的价格了。山顶的粗秋啊，一件才公斤60啦，啊一件才180哦，啊咱在地的才620起的哦，啊公斤30。在果菜市场就讲，1个月前每天高丽菜交货量大约110吨，近期交货量增加，每天220吨左右。农粮署嘛针对蔬菜供应在预警的系统显示，高丽菜种植数量连续6旬，嘛是60天呈现安定，达到种植数量上限。已经将近是在红灯的警戒线了哈，那就是已经快达到有100万的这样一个数量。那我们都会把这个信息然后散播给我们的农民朋友知道啊，因为未来可能在种植的时候要去做参考。农粮署表示，今年为8月份后连续风台等因素，导致山区的高丽菜产量少，价销起价，毛农民种植高丽菜意愿增加。但现在随着天气稳定，高丽菜产量渐渐提高，农政单位嘛不断警示，农民种植前需要先行来评估表面赔本。继续用为你报道。